咁屬牛嘅你呢，雖然今年財運排第10，其實又唔係咁差嘅，不過排來排去冇人咁好咁解啫。因為今年你屬牛呢，叫太歲傷害，除咗犯太歲、沖太歲，你都叫做犯太歲嘅一種，咁都叫做所以排你第10就咁解啦。咁其實咧丑午傷害就好輕微，好輕微，小嘅是非有時我自己都會忘記嘅。咁桃花方面咧，反而可以排第4喎，因為今年嚟講原來叫做戊水咸池桃花，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差得咁緊要嘅。咁一個排第10話人緣唔好，一個排桃花排第4人緣好，咁即係打和冇所謂啦。因為今年咧叫做戊水咸池桃花，咩叫戊水咸池桃花咧？雖然冇咸池桃花咁重，咁但係都叫有桃花，咁人哋見到個樣都會順眼少少嘅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點解排你第4桃花咧？因為今年有2粒有力嘅吉星，叫做龍德同紫微，最有力嘅貴人星得有力貴人輔助，所以財運雖然排你第10，係你俾人執到第10啫，所以唔使灰心，唔係咁差嘅，稍有是非咁解啫。咁當然咧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，如果你係嘥秋冬天，雖然排你第10咧，你財運其實咧，如果2025係上緊，其實26、27其實一路係上嘅，上升軌跡之間。咁有時啲人咧，2022到2027有啲22開始好，就27會停啦。咁如果你發現你25先開始好咧，其實呢個運咧去到2030咧先至會慢翻落嚟噶。咁但係如果你嘥3月6到8月8咧，無論你遲好或者衰好都好啦。咁其實而家呢幾年咧都係特別衰嘅年嚟嘅，因為有啲人22開始唔好，有啲人25開始唔好。咁你發現你25先開始唔好咧，一路係30年前都要慢嘅。所以無論你22開始唔順利，25開始唔順利，去到呢個26年咧都係特別唔順利嘅年。所以記住，屬牛如果生喺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所有嘢係宜守不宜攻，尤其是工作方面可以唔轉就千祈唔好轉。咁感情方面其實冇乜特別要留意嘅，因為今年叫做太歲爻合。如果係有感情，今年繼續發展都係唔錯。如果冇感情，今年又有戊水桃花，如果識啲已經相識嘅人。不過戊水桃花就易聚易散，就未必係真桃花嚟㗎。咁借呢個戊水桃花咧，就可以俾自己人緣好啲。所以如果成日做嘅嘢要交際應酬接觸人咧，今年人緣都提高一線㗎。咁吉星有龍德紫微，咁凶星好大紮，其實完全冇乜用㗎。好似暴敗天干6害、歲煞天煞、吞陷提二煞，全部冇特別嘅影響。所以其實今年只有吉星而無凶星。